香港教區迎嚟80週年，而主教座堂嘅故事回溯至更早嘅150年前，即係1841年，香港成為首個加牧區嗰一刻開始。約瑟神父等前人開始喺呢一個地方撒種，今日呢一份希望交到喺我哋手中，讓我哋一齊成為希望嘅傳承者。我每次入到嚟呢一間歷史悠久嘅聖堂，都會令我懷念為建設天主教香港教區嘅先賢。如果冇佢哋嘅貢獻同埋無私奉獻嘅精神，就冇我哋今日豐碩嘅信仰成果。正正咧就係呢一份嘅恩寵咧，就係呢個歷史嘅見證。歷史咧就係唔單止係一個回憶，更加咧就係召喚我哋去延續前人嘅使命，喺我哋現今呢個時代承先啟後，成為福音嘅傳承者。正因為前輩們並肩奮鬥，信仰嘅課宗先至可以得以延續。今日我哋更需要秉持呢一份精神，喺聖神嘅引導下凝聚共識，呢個就係共義同行嘅真諦。共義同行由牧民議會做起，喺定期嘅會議裏面，我哋藉住聖神嘅帶領，彼此聆聽，一齊分辨，共同決策，然後延伸至每個善會，我哋都會懷住一份謙遜、聆聽、彼此尊重、共同承擔嘅精神，一齊參與座堂嘅發展。呢一個就係共義同行。共義同行嘅精神，首先喺共融中活出嚟，傳承以共融嘅方式繼續，喺平安禮中彼此祝福，喺彌撒後互相問候。最令我開心嘅話就係咧，我喺日常嘅主日嘅時候咧，亦都見到佢哋翻嚟呢個教會裏邊。咁我哋有陣時咧就會透過呢個問候啦、微笑啦、派小禮物啦、食物啦，就同佢哋分享嘅。咁咧就可以啊，就係表示我哋接納佢哋。有陣時見到佢哋唔開心嘅時候，或者係身體唔係咁好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問候佢啦，靜心聽佢聆聽佢哋嘅申訴啦，甚至乎咧，我哋會幫佢代禱嘅。咁你令到佢哋咧，就係覺得咧係對呢個座堂有歸屬感。參與就係每一個人以行動接過信仰嘅棒。我喺呢度已經服務咗大概14年。咁我屋企係一個公教家庭啦，咁所以自細每個星期都會去教堂參與彌撒，逐漸亦都對做輔祭呢一項服務產生咗興趣。於是我亦都同屋企人講，而佢哋好支持我，所以我就加入咗主教座堂嘅輔祭會。咁一開始參與彌撒嘅時候，因為真係好細個啦，所以其實都唔係好知道個彌撒發生緊啲咩事，或者個禮儀嘅意義係乜嘢。咁但係啲輔祭嘅大哥哥好耐心、好悉心咁樣去教我哋啦，同我哋講解一堂禮儀入邊唔同嘅意義啦。我逐漸亦都發現到禮儀嘅美，同埋知道原來服務祭台嘅時候係一個比我哋更加接近天主嘅機會。喺呢14年入邊，亦都遇到好多唔同好好嘅兄弟，大家一齊合作、一齊分工、一齊服務祭台，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。而這份行動亦都推動我們走入社區，使命就係將信仰傳俾最有需要嘅人。每次嘅探訪，我都有機會同好多有豐富人生經驗嘅長輩傾偈。當佢哋肯我哋分享佢嘅生活點滴困難嘅時候，我都好感恩，大家有一份互信嘅關係建立咗出嚟。喺嗰一刻，我彷彿就見到耶穌基督嘅面容。由跟住前輩參加探訪活動開始，我見證咗佢哋即使喺忙碌嘅工作中，仍然抽時間堅持去探訪居長者、加油同埋基層家庭。使命就係走出去，將希望帶俾每一個人。今日咧站喺呢一個教區成立80週年嘅里程碑啊，讓前人播下嘅信仰種子，能夠喺我哋每一個人心中咧燃燒起嚟，係不斷咁燃燒嘅。讓我哋一齊齊心積極咁回應，成為希望嘅傳承者，將福音嘅真光傳揚開去。